苗圃八福第二課，一筆勾銷，消罪債得永生，罪咎全消。第7天，以弗所書2章8至9節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以弗所書2章8至9節，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親愛的主耶穌，我能得蒙救贖，不是因自己做了什麼好事、好行為，乃是因着你白白賜我救贖的恩典。主，我感謝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大蒙恩寵，大有祝福。靠耶穌，我必活出美好的見證。我要傳揚福音，把得着美好的祝福與人分享。阿們。